讲到台湾嘅国球，大家天定會想到洋球啊，唔錯，係野球。安打全壘打，野球運動對日本時代天然基礎，對大家都啲嘅紅葉小幫、金融小幫打出成績過後，係開啟嘅民族英雄嘅神話。唔過先莫講醜年，民生球隊嘅爭議，最近平時咧開始野球非常成績嘅，就係美國野球隊，贏到第世界長小幫、長幫金牌賽，仲要拿到嘅13座世界冠軍，阿妹愛，做得打紅不浪，老師做球要按簡單，背後嘅比咩經驗係。豬肉，馬該台灣豬肉出身的台灣之光，每次帶豬肉去會館，我就來去表演啊！排斥踢幾通誒，今日就來大家分享豬肉野球，然後一個野球區嘅故事。開始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可站，哈哈哈點。我了解美國野球隊嘅傳奇故事，對拍攝力量開始講起。因為喺度屏東女僕嘅醫生池邦賢，喺樹皮做外口主演過後，冇就去寫市長也嘅總統，係自家開業，成為當有名嘅台北市外口。唔過樹皮觀音家鄉，另外實地嚟好用市外口照顧南部嘅鄉親。除此以外，教育咩嘅樹皮新關渡青陽嘅一地。1961年，佢家鄉成立嘅美國中學，樹皮運動家鄉對台北到屏東對醫生專業做教育家。以下講人帶來當獨嘅貢獻，捱到反眼記。地下。古所謂講嘅豬肉呢，嘅野球呢，莫見，人類開始美國中學係冇野球隊嘅。喺1970年，一個喺美國大小幫輸掉嘅隊員，回國後竟然冇學個好多，除非談到後，決定輸留一條隊員進入美國中學，並且成立自家嘅野球隊。但係看球員練球嘅時間，水平相當吃手手，也係看影視錄係，大家用唔超級嘅呢。如果考好訓練嘅水平，決定為球員買豬肉加菜，這個營養。前面些球員見大見好，tan工動作老球員打都唔驚踢，用嘅實。唔過咩人唔驚踢嘅球員，但係美國野球隊突破重圍，成立2年後就拿到世界冠軍，行上傳奇之路。因為大家講出嚟野球明星，就係彭正明、莊泰山、蔡鳳安一條都係美國出身嘅。美國總隊講係開啟台灣野球邊防嘅歷史。今日講到講到呀，對池邦賢到美國野球隊，對屏東大陸世界，看到3年所帶來嘅影響老改變，台灣客家嘅英雄，記得豐富嘅世界客家嘅故事，咩豐富嘅台灣野地土地嘅文化樣貌，無定那年唔係會係海嘅客家英雄，可讚，哈哈哈點，下一位見咯，拜拜。